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7月18，诗篇69篇30节安尼讲：我要用诗歌学罗上帝的名，也要用感谢称伊最大。三角来祈祷，是阮学罗感谢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的名是至圣至水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。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，我要专心感谢你，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。主啊，我要因为你的快乐来欢喜，也要因为你的救恩来快乐。主啊，当阮心内充满苦毒、埋怨的事，阮就无法度来看到你的救赎甲恩典，就无法度积极乐观来向前。总是你爱阮用诗歌来学罗你的名，也用感谢称你最大。因为当阮学罗感谢，你要互阮有改换，变做新的活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求主帮赞，互咱每一天拢用诗歌学罗伊的名，也用感谢称咱的主最大，就改换咱的内心。无搁互苦毒埋怨来颠破，因为安尼，主就要互咱有活新改变的生命。愿主的听，时刻甲咱三个伫底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